听的课呢，就是第3章金刚萨埵怎么说念修金刚萨埵方面的这个课程。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位置了，所以就是我们接着要就是讲这个课。所以这个前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要观修金刚萨埵的法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要忏悔所有的业障，消除所有的业障。当然，我们每一个众生当初的这个怎么说呢？轮回的因缘是无明嘛，我们也是因贪嗔痴，而且是变成了就是轮回的众生。如果是断除了一切的贪嗔痴、一切烦恼的话，那也是罗汉果位，那也不是一般的众生，也不是轮回的众生那么获得罗汉果位。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现在是众生，我们就是有带着贪嗔痴的，有带着无明的。那么这些所有的无明要去除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只是想一切都是这种我们所想象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执着。那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佛说的本身就是缘起性空那么就是一切法都是以缘起因缘而出现的。因缘是什么呢？缘起是什么呢？就像我们种花一样，花就是有足够的它需要的所有的成分都聚集的时候呢，就是花也是开得很美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缺少了一个，像比如说缺少了阳光，或者是缺少了水，或者是缺少了泥土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花是不会开得那么完美。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知道一切法都是以缘起而来的，所以好的也是因缘起来的，不好的因缘也是缘起来的。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一切好的跟不好的这两个都是有过去的两种因。那么我们在人生当中出现的所有的不幸福的、不顺利的、不圆满的、不快乐的、不开心的，所有的东西不完美的，全部都是过去业力所造的，就是会自然而然会发生在自己的身边。所以你不喜欢也没有用，不希望也没有用。那么一切圆满跟一切快乐、一切好的、一切殊胜的因缘，也是过去的善的因缘而带来的，所以你就是挡也挡不住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来说呢，那我们的因果是存在的，而且我们知道因果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那个所有的今天就是从大的方面来讲的，我们就到今天还是在这个轮回的当中，是一个轮回的众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的业力还没有清除，所以我们要消除业障。是当然，今天做任何的善事，如果今天你就是有接触佛法的，没有接触佛法的，那么在佛法当中，就是你是世俗地的圣义地的或者是你就是说，比如说在那个人天城的、罗汉城的、独觉城的、菩萨城的，哪一个城都没有关系，主要是做一点点的就是善，都是有功德，善的功德。甚至你就是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一个人，你就是在做一点点善事，当做是一个好事来看的。你只知道这样的一个人做一点点善事，都是有功德的。功德是什么意思呢？你做一点点的善事，就会消除你的这个相对的业障。消除业障就是这里就是功德。所以呢，我们就是消除业障，就是有方法很多，而且是有方法，有殊胜与不殊胜，可以这么讲。消除业障的所有的方法都是不能说是不殊胜，但是呢，就是有大跟小，有力量的大小。所以呢，我们在那个修持大乘佛教，尤其是在藏传佛教当中的，那么就是密乘当中的那么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修持业障的方法来说的话，那么最为殊胜的怎么说修持业障的方式，就是修持金刚萨埵然后念修金刚萨埵的法，然后就是要修怎么说呢？百字明来忏悔一切业障，是最为殊胜的。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要用那个按照4种对治力的方式来作为忏悔的话，那么就是没有任何不能忏悔的业障。
所以当然就是忏悔的时候就是必须需要达到的条件啊。那么就是这些方面来说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念修金刚萨埵的这个课程里面，都会讲到的什么叫做摄对之力，怎么样的忏悔才是具备摄对之力的完整的这个条件，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那么我们今天学习这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消除业障。为了消除业障，为了什么消除业障？我们为了从无始以来自己的生语意因贪嗔痴所造的一切业力都需要清净，都需要清净的话，依靠什么呢？我们依靠金刚萨埵佛，依靠我们自己生苦意努力精进的修持金刚萨埵的法，贯修金刚萨埵的法这样来消除一切业障。那么消除一切业障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所有一切众生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让他们解脱轮回的苦海、轮回的痛苦，让他们获得圆满佛陀的果位，以这样来发愿。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要听金刚萨埵的课。自尊自恋着康中外